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熊一奎，我是小主播珍姐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主播妮妮，我是小主播阿哲。欢迎收看2礼拜社会斯堪普。这星期要谈的主题是偶像。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偶像，你们有偶像吗？有。连民进党都来了。那个 DPP 是什么东西？可不可以先跟观众介绍一下？他是 PewDiePie，是一种吃的派吗？不是，是 YouTuber，就是实况主。这是 Special 团长洪正。啊 ，Special 的团长。对，他很亲切。哦。而且我很佩服他，就是他小时候过得那么辛苦，因为他小时候是学武术的，然后我没想到长大后会变得这么的有名，有那么多的粉丝。来，2个，很抱歉，都会俺们去谈过年，总算就这样，那就穷命了。宪哥，你喜欢宪哥哪里？他亲切又幽默。宪哥的幽默，我想是圈内数一数二的。看你上班时候，記得有偶像。其實人家做一項調查，也看人家同法，到底偶像對以下呢隻年紀小朋友來講，記得從事係乜嘅？看下來看2禮拜嘅社會 Tiny。小朋友，你要貼片湖南人物冇呢？大三年湖南人物都冇強調，有一道社會係貼片中意卡通人物。唔過大三年嘅湖南人物都冇強調，強有人就尊敬歷史人物。韓國的台灣有當地人千尊敬神明，唔是講一到同學千湖南就係天子學嘅名聲人物。2014年醫護聯盟的調查當中，同國中嘅細下模嘢，比來嘅職業後面就係愛做演藝人員。在天下雜誌嘅調查，有7%的熱愛親手寫會，然後零用錢用嚟喜歡明星。不過喺兒童節的眼網調查當中，也有4成嘅細下模嘢希望出國以那嘢去看韓國的明星。醫護聯盟2012年嘅調查當中，他又有7成嘅小學生好看偶像劇、韓國綜藝節目，不看從社會事件簿亞洲兒童節目嘅小朋友還蠻多以上。一下清楚分享嘅人物係乜人咯？做乜嘅大家都會歡偶像咯？係個你想要了解就聽錯一看今日的節目哦。來，從我講誒，以下2隻年紀嘅小物，記得有偶像是在亞下冇窮命。你們先介紹一下，究竟現在你們這個年紀的同學們，他們迷的偶像有哪一些？我們偶像排行榜第1名是5月天，然後這我知道。接下來周杰倫、Special， 然後 TFBOYS， 然後跟魔力紅。來，先問一下，3位都同意這樣的順序嗎？同意這樣的結果嗎？不同意。好，阿哲，反正你的是吃派的，跟我都沒有，我都沒有看過，都沒看過。至少我還記得我看過周杰倫。我沒有看過那個 Special 跟 TFBOYS。OK， 其他你知道？遜魔力紅你還知道 ？OK， 來，你們2個為什麼不同意 ？TFBOYS 應該在 Special 前面。你不是喜歡 Special？ 但是我全部的同學基本上，我剛剛講 Special， 很少人一講 TFBOYS， 馬上有人尖叫。對。反而是我這個年代的1、2名，你們沒有異議。第1名應該是5月天，對。第2名是周杰倫，對。對象是台北市120位跟你們同年紀的同學，對啊。所以既然你們喜歡的跟我們這個時代的是一樣，我很意外。來，除了這個之外，偶像要有什麼特質？偶像的重要特質有親切、個性好，要有才華，很努力，品性優良，然後還要外貌好。好。你們自己選一個，身為偶像最重要的特質是什麼？親切個性好，就是他會經營一些，比如說那個 Facebook 啊之類的，就是他們會跟我們大家有所互動感。所以你說透過網絡接觸的親切感也很重要。對，我其實覺得2個都很重要，就是親切、個性好跟品性優良。哦，品性優良啊。對。所以偶像不能做些什麼事情？像是。你如果在大眾的話，基本上就是不要闖紅燈，最簡單就是不要闖紅燈，不要去違反一些交通規則。然後我覺得髒話的話就是你可以罵，但是不要一天到晚嘴邊就是3字經。OK。
我也是觉得亲切个性好。嗯哼，PewDiePie 是一个亲切的人吗？我有去上他的 Twitter，然后他会跟观众互动。你觉得你们的偶像努力吗？努力啊！偶像本来就应该很努力，这是应该的，不应该有不努力。想要当偶像，应该都要很努力啊！真的。对。Content 聊到120屆公認級學生啊，對偶像提出來排行榜，硬是強下來談一下，到底你係社會佢哋學乜嘅偶像有哪啲人呢？強下來看呢個禮拜嘅社會太嚴重。大家有負能人物冇呢？朋友的同學按鈕應該就抵答案嘞。有卡通人物、天亮明星，還有流行歌手。亞洲的談款呢，你的同學對家庭負能人有乜嘅想法？你有負能人物冇呢？當然有啊，有。我的偶像是鋼鐵人，我的偶像是飛淼，《進擊的巨人》裡面的米卡莎，偶像學園裡面的新宮梅，林書豪，因為他很會打籃球，然後精神很好，然後永不放棄。我的偶像是周杰倫，因為他很會唱歌。我喜歡汪大東，因為我覺得他很酷。我的偶像是 TFBOYS 的王俊凱，喜歡他的原因是因為他很帥。係講有負能人物，唔好上去甚至去看佢冇呢？有啊。我有加他的 FB 還有 Line， 可以隨時看到他有比賽。我買過喬丹的東西是公仔，還有貼紙和球鞋。我每次都一定會收看他的卡通，我都會去在 YouTube 上面看他表演的魔術。我很想去蔡依林的演唱會，但是沒有錢買票。唔知道生日呢，做得去看面色，冇就參加相關的活動麼？我覺得是可以的。我覺得小朋友可以追星，因為追星不是一件壞事。追星是大家都可以做的事，為什麼不能做？因為這本來就是我們的權益，不能所有人都不行管我們。因為可以讓他有一個學習的人。是大家的自由啦，但是我覺得還是不要過度就好了。剛才同學們的回答有一個答案是所有的人都選圈的，就是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資格可以追星，所以大感應對 fans。你們覺得身為一個偶像的粉絲 fans 有什麼重要的特質？開口閉口都是偶像。我們看一下，有一個排行榜，就是重要粉絲的那個排行榜。第一名是花很多錢，然後花很多時間跟變得快樂都是一樣，是第二名。對。然後接下來是學很多才藝跟交很多新朋友。讓我有一個非常認同，就是花很多錢，因為我有同學他就是有寶石，星光寶石就是機台要在玩的，玩遊戲就是電視上都會出虛擬偶像。有同學就花了，不止從日本、台灣、外國都有，就花了大概幾萬塊。問題是1萬2萬。國小6年級、5年級的學生哪來幾萬塊？他們家長幫他們買的。我覺得是花很多時間，就是會關注他的 Twitter、Facebook 或者是他的影片。你一天花在這個好吃的派身上多久？3個半小時。一天3個半小時。媽媽沒有異議嗎？他說你該做的事情做完就可以了。OK， 來，我們看從剛開始錄影到現在，在你手上的紅證一直屹立不搖哦，他把它守護得很好。你2個禮拜也非常的難得，紅證係馬莎是 special 嘅團體嘅團長，所以你在現場之下講這個圖大家度 special 搶重複嘅現場去感受一下偶像嘅魅力。你愛看偶像劇嗎？什麼劇又可以被稱為偶像劇？網絡上其實有這樣子的統計：一定要有帥哥美女；2，一定要發生在現代；3，一定要談戀愛。你看的這些偶像劇有這些特徵嗎？試下查，我一下有腳腳真係有。
一到尾就是新闻灯，现场已经有几千的粉丝伫遐等等呢。大三人都准备好手机的同摄像机，而等等加到粉的人物来到现场。有的粉丝前年就来排队了耶，就是为大家亲眼看到自家粉的明星。要是你出现，又忽忽不思念，想叫我全部沦陷，在无法中的随便逃跑。到艺术家，把头脑写进了一张相，这些都是你锁定贴身的节奏最上的笑。NTP 拍演两个，同样都係粉絲張雨瀟、韓國妮妮，而家到自家去訪問 special。你们团员之间的默契是怎么训练的？我们团员之间的默契呢，就是靠平常的通告，还有练舞的时候所培养下来的默契。因为一定也有喜欢你们的人，也有比较不喜欢你们的人，那你们会怎么面对那一些人？把重心放在喜欢你的人身上就好啦，不喜欢的人干嘛要去强求呢？对不对？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嘛。一從參賽會完成了一道 fans， 圈圈呢同自家粉的面色接觸嘅夢想，唔過對 special 冇乜嘅 TP 感覺嘅錯咩，就當上一啲一道 fans 用不上會按你做。那个 special， 你觉得他除了长得又高又帅，这是我的观点啊，还有别的原因让你喜欢吗？觉得还蛮会唱歌的，又很有耐性，脾气很好，很温柔体贴，还会关心我们那个粉丝。那你可以分享一下那个人群中的感觉吗？每个人都站在椅子上，然后就算我再怎么高，我也看不到，真的。也认识蛮多朋友啦，然后也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粉丝，然后有的还蛮疯狂的，对。現場8月1號嘅攤呢，有賣唱片呢，冇就相關的產品，大家 fans 都拿到太薄細薄，鼓手想到也得自己打注意。那你們大概買了幾張，或者是花了多少錢？应该好幾千吧。專輯、照片，還有鑰匙圈跟吊飾。差不多他們的周邊有2000多塊，快5000吧。差不多有1萬塊左右啦。不知道幾萬塊吧。就來追星這件事會讓我那個比較放鬆一點。在座4個人，只有一個幸運兒能夠跟 Special 近距離的接觸。來，妮妮，我們雖然很嫉妒你，但你還是講一下你的感覺吧。我覺得他們實在是超乎我的想象。我原本以為他們親切，可是他們是真的超級無敵親切的，比我還親切。親切太多，親切比你親切100倍。好，來你講他們怎麼親切，你講。那天我跟張雨瀟就是我們兩個問他，然後我們兩個已經一時緊張，完全忘記要問他們什麼。就是他們就是突然像小朋友一樣，就是很溫柔，然後很親切地對我們說，沒關係，慢慢來，慢慢想，我們時間都可以陪你。看着你的眼睛這樣講。有，你有感受到那個眼神裡面的關懷。其實那時候我有點被嚇傻了。可不可以簡單的講一下，父母知道你們追偶像，父母的態度是怎麼樣的？完全不支持。完全不支持。我爸媽是覺得沒有到完全的反對，但也有某部分反對，像是他們常常會拿說你要先做完什麼什麼應該做的事情，才能去看他的東西。然後我就覺得，可是他等一下就播出，那如果我真的沒辦法做完怎麼辦？我覺得我不喜歡爸媽就是你的排序先後次序跟他排序的不一樣。我就是不喜歡爸爸媽媽就是用我喜歡的人來壓我，因為我覺得我應該去做的事情，我就一定會去做，只不過我的順序不一定是像他們想的那樣。因為你紅正永遠擺第一啊。對，而且我也希望他們就是可以多多體諒我，就是跟我一樣多去了解一下紅正，那也許我們就會有更多的話題可以聊。其他老幾個強年紀嘅小朋友，都對家長態度要樣板，更支持你自家細佬去對口偶像，來談一下其他細佬嘅講法。這位團隊來到為新聞燈，我請有的同學來講看啊，家長會讓人看自家有粉的明星。家人沒有反對我追星，但是他們不讓我到演唱會，因為有點危險。我要去參加他們演唱會，然後爸爸就很兇的罵我，不讓我去，我就聽他講，還是會去。
爸爸妈妈不太支持我追星，不太喜欢我去演唱会啊、买专辑之类的，所以我的专辑是我们补习班之前有集奖卡，我就辛苦存了好几年才能换的专辑。係講家長就係唔同意嘅同學，點用嚟同人哋講呢？應該是撒嬌吧。我就会跟他说，就这一次就好。你就会跟他们说，那个乐团啊，有什么好的地方啊，什么之类的，然后他们就可能会觉得，哦，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向的、好的，然后就会比较允许这样子。那如果他们反对的话，我会用成绩跟他们换。我会希望他们能就是看演唱会、买专辑之类，当做那个奖励，对，然后让我有更多學習嘅動力。以種當到嘅家長都唔同意成員嘅負面聲，唔過人哋 special 嘅參賽會後，讀到幾下嘅批評成員嘅向下來嘅爸爸媽媽哦。可以分享一下你在裡面，因為可能大人跟小孩的想法不一樣，可以分享一下嗎？就覺得自己以前年輕的時候也沒有這樣子，這麼瘋狂，對啊，就是陪着小孩子，還覺得蠻好玩的。自己年輕的時候也是喜歡這些娛樂的部分，但是我自己從來沒有追過星就是了。我一向都會跟女兒會有一些共同的話題，比如說她喜歡玩什麼樣的遊戲，或是她喜歡什麼樣的偶像。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如果父母親有參與的話，可以跟小朋友之間的互動會增加，這個親子之間的溝通啊，有時候會從這個地方可以開始。剛剛看到一個爸爸，他就是用行動來支持自己的小朋友來追星。你們看到這個爸爸，你們的感覺是什麼？想去做他的小孩。有這麼嚴重嗎？不是，因為就我很希望我的媽媽，我是比較希望我媽媽可以像他一樣。嗯哼。因為我媽媽基本上是比較反對我去那種人比較多的場合。是，如果日後啊，爸媽跟着你去，比方說簽唱會的現場去追星啊，你們願意嗎？家長會給我們很多的限制。好，2選1，不讓你去跟着你去，你要哪一個？乾脆不讓我去。怎麼可能？你沒有很支持憲哥哎。不是，因為你就家長陪我們去，就只是給我們更多的限制。我希望我去的話，就是他們就靜靜的跟在旁邊就好。像我要做一些尖叫啊，要買一些比較高價位的東西，就是提醒我就好。不是提醒我就好，注意我自己的能力範圍。或許因為佢哋係嗰時候高年級嘅學生啊，佢哋受到嘅感覺好多。下部 VCR 你看咗嚟係已經愛讀高中嘅人，佢絕對佢嘅偶像對隻非常瘋狂嘅衝突，到底叫結婚偶像，可能來看呢一段 VCR。這些東西大概是1年多收集完成的。我現在是高3，然後我曾經在國1跟國2的時候是個追星族，然後那時候很喜歡一些韓國團體，然後最喜歡的團體是 Super Junior。這一箱是專輯，這是 Mr. Simple 的專輯，就是 A 版，我買了2張，他們的悠遊卡貼真的超多的，這些全部都是悠遊卡貼。這個是他們在韓國代言的餅乾，雖然都已經沒有裡面沒有可以吃的餅乾了，可是還是會有人賣他們的包裝，我就買了。稍微按到同事嘅指令，就可以得標準嘅美美。分明上對佢哋講有乜嘅唔好嘅影響冇呢？然後也跟家裡的人有一些衝突啊，因為可能就因為演唱會都是晚上，然後可是才國中就可能會太晚回家了，錢也花了不少，就會覺得那些錢如果現在存起來的話，應該也會有一筆小積蓄可以出個國之類的。基本在角度嚟講，負面上有好多乜嘅，冇就得到乜嘅冇呢？就是那時候為了學韓文買的書，然後其實還蠻好用的，還會聽這個 CD 就可以學他們的發音這樣。因為大家都在做小卡，然後我覺得我應該也可以做看，然後就做了。第一次碰觸到製圖軟體，這張我調色，這個就是 PhotoCap 的特效我還記得，然後就自己學了很多，然後一個一個工具慢慢試。這些是那時候去演唱會的時候要賣的
自己卖的小卡，然后这些是我做的，这些是同学做的。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喜欢当初大家一起做某一件事情，一起很疯狂的那种感觉。副面生要按到嘅回憶，用乜爆米冇繼續做呢？我现在已经不是追星族了，因为那时候国二的时候就觉得已经慢慢淡了，然后有一部分是因为要升国3了，要准备基测，然后第二个部分是钱有点花太多了，第三个部分是因为谈恋爱了。冇換頭髮嘅面生呢，嘅味道還會繼續換其他面生麼呢？我覺得我以後應該不會再成為追星族了，因為已經經歷過一段瘋狂的時間，然後也了解過那種感覺，就已經清醒了的感覺，但是也覺得很謝謝他們，就是在我的青春上面留下了一道痕跡之類的。首先請教3位，你看到這個之前瘋狂追求 Super Junior 的大姐姐，她的收藏品，你們的感受是什麼？有點太 over 了。好 over， 那不是超過，那是派兄要講的，你把他台詞搶掉了。來，所以他日後，比方說他就有一些理由，還有4個理由，後來就不追星了。那你怎麼看這樣的轉折？你有沒有想過自己可能有一天也會不追星？有可能會。就你們這個年紀的小歐們來講，你覺得追星的意義在什麼，或是追星的價值在什麼？偶像，就是我有虛擬偶像，他會帶給我們正面的力量啊。虛擬偶像給你正面的力量，激勵人心。對，激勵人心，讓你可以發憤圖強這樣。比如說那一件事，我快支撐不，就是無法再堅持下去，就可以想那個我看過的那個虛擬偶像，他不管是遇到什麼挫折，他還是會繼續的努力下去，然後就可以讓自己更上一層樓。那為什麼不看國父的故事，或是看？很嚴肅，很嚴肅，很無聊。就算我沒有革命10次都失敗了，還不夠嚴肅嗎？沒有歡樂的光，對，沒有歡樂，不能讓我們印象深刻。逆流而上的魚還不夠激勵人心嗎？不夠，要讓我們印象深刻，讓我們印象深刻，然後讓我們感覺很好玩、很有趣，然後可以帶給我們學習的力量，這樣才比較好懂嘛。今日社會分享，影響啲人類偶像對佢哋嘅街頭嘅人嚟講，要眼重要嘅 TV。對你來講咧，天時條件嘅觀眾朋友，你有偶像麼？偶像要帶俾你乜嘅？以上是2禮拜節目內容，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。好啦，精彩內容下個禮拜6，阿姆台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。社會是天賦，希望大家。社會唔要更應驗麼？係咪當你看到佢就會情感寶寶貝，唔點用嘅賬號？喜歡一個人是什麼感覺？就是看他眼睛發亮，看到他心跳會加速。為什麼會喜歡他？就是他到底哪裡讓我值得喜歡他？就會一直想很多，然後每天上課都在想。